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常在主嘅裏面有主嘅樣式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路加福音6章45節。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聲，就發出聲來；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，就發出惡來。因為心裏所充滿的，口裏就說出來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位做面記嘅師傅，佢好專心嘅在愛堂做一批面記。啱好佢嘅朋友來探佢，落門嘅時候就發現面記師傅露出一副好凶惡嘅眼神。於是佢就問佢：你看來心情唔好咩？做乜嘅面色難看呢？面記師傅講：冇啊。過去3個月，一隻朋友又來尋佢，一見面就講：有家有喜事啊，面色好嘅。面記師傅又講：冇啊。佢就覺得好奇怪，做乜嘅一隻朋友3個月前後講嘅話係完全相反嘅呢？後來佢才想起3個月之前，佢為人家做一批凶惡嘅妖怪面記，所以佢心中所想嘅都係好凶神惡煞嘅樣子。今仔佢係為人家做一批天使嘅面記，心中想嘅都係好慈祥嘅面孔。我就來默想，而兩面樣想，就會成為兩面樣嘅人。一個常常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，時時面露笑容，老慈愛，人嘅心境也會有所變化。而一隻社會也將會唔一樣。我哋一齊嚟禱告，慈愛嘅天父上帝，你就係愛，也係愛嘅源頭。我哋屬於你嘅，也應當愛傳達愛老祝福。求你嘅慈愛老善良充滿我哋。你嘅話進入我哋嘅心思意念，結暢老改變我哋，也成為我哋嘅力量老動力，使我哋成為愛嘅使者，也能夠行出良善老有愛心嘅行為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